阿姨，你看嘛个？我看天当正经动暗，咁怕会落雨用诶。天色乌阴乌阴，唔过啊，好得，我今日又带仔看。做啲大叫唔出门，根本日就抢假，我正经动脑落雨。韩哥，我根本日唔记得带仔诶。哦，冇相干啦，人做得乡下用记仔啊。还好呢，安尼我就唔会本雨读到湿湿。有段时间落雨哦，咪做得看到东江嘅风景哦。比中讲系乜嘅啊？像係日後雨，就做得看到東江嘅天宮。哦，錯呢，我未知道天宮正經東江。係啊，天宮嘅神木千多，就像一幅畫咁樣。哦，按你講起來，落雨咪雨好啦。係啊，天時嘅變化哦，就做得本大家嘅想法更加神奇。有上司做得作少男，有上司做得作良爽嘅丈夫，咪以後啦。錯噶，唔管樣辦，至少今日就向下行嚟一段路。係啊，有朋友向下，天時嘅好壞咪冇咁重要咧。嘅咪差唔多誒，向下去坐車邊。好，下班。